藍田一個公園發生罕見意外，一名男子嘅下體被夾喺公園嘅健身設施，醫護人員幫事主打止痛針嘅時候，事主痛到不斷嚎哭，現場留低咗一灘血跡。事發喺星期三深夜11點幾，個40幾歲嘅男人喺碧雲道藍田公園觀景台下體離奇卡住喺健身設施上直徑1寸嘅窿，事主自行報警求助，消防到場後都冇辦法幫事主掹翻下體出嚟，唯有再召醫護人員到場協助，幫事主進行初步嘅手術，但都係唔成功。消防最後要鋸開鐵板，連人帶板一齊送院進行手術。ONTV 記者黎冠合報道。